各位乡亲老早，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27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上新的大代志。咱国外交部长吴钊燮昨昏正式宣布，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甲尊严，决定甲洪都拉斯断交。因为洪都拉斯源头就随甲中国建交。吴钊燮批评洪都拉斯毋但甲台湾讨超过24亿美金的援助，私底下嘛咧比看台湾甲中国，啥物人会当出较侪钱。甚至因阁讲一寡无影无食的代志，对台湾造成严重伤害。总统蔡英文讲，咱袂碰钱，甲中国拼外交，嘛袂因为受到威胁来让步。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决定自即日起终止和洪都拉斯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全面停止双边合作计划，撤离大使馆。外交部长吴钊燮26正式宣布，甲洪都拉斯断交。韩国当时也发出声明表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答应袂佮甲台湾有任何往来。对此，吴钊燮批评韩国一方面向中国提案，又向台湾随意来要求真悬的金钱援助，相关文件被转乌里用证明，表示去年韩国要求协助起病院，要求爱4500万美金，起水坝是3亿美金。另外要求台湾爱代现韩国的20亿美金的债务，今年3月13收到要提关病院甲水坝的计数，总计是24亿5000万块。外交部是难以接受。那我想直接给钱的这种方式，这个就是有点像是贿赂，却有2个截然不同的这个价格的这种方式，感觉上他们是要钱，而不是要意愿。由总统蔡英文到这边出访，吴钊燮表示，虽然无证据，也毋过高度怀疑断交是中国挑工罪。蔡英文总统也以录影的方式向民众喊话，强调袂甲中国进行无意义的外交竞争。而中国利用各种方式打压台湾参与国际，新冠对台军事侵略，也冲击区域的和平稳定。然而，这些打压与威胁都不会改变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事实，也无法减损台湾人民坚持自由民主、大步走向世界的意志。就伫台湾开完记者会了无偌久，中国外长秦刚甲韩国外长雷伊娜马上伫北京签署建交公布，对着韩国承认这个中国是真恶劣。美国国务院甲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表示，北京定来以最终无实现所讲的话来换取外交的承认，强烈鼓励所有国家扩大甲台湾的交流，美国会继续深化扩大甲台湾的往来。记者综合报道。洪都拉斯是蔡总统任内第9个甲台湾断交的友邦，有国民党立委就要求蔡英文爱甲民众回失礼，嘛叫外交部长吴钊燮爱落来负责。那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讲，这届断交是因为蔡总统说落来要出访，卖去美国。中国调降经济的时间点，用这种步数来减少台美提升关系、带来关系。那讲到外界烦恼说落来，恐惊会换巴拉圭甲咱国断交。或者讲美国伫咧中南美洲的影响力，目前当受到考验。台湾甲洪都拉斯2日断交结束超过80年的邦交前期，这是蔡总统任内第9个断交国家。国民党立委陈以信批评洪都拉斯接受中国金钱利诱，不过也要求蔡总统向国人回失礼。外交部长吴钊燮落台负责。立委马文君批评政府这几年将重心放在经营非邦交国。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指控中国想要伫国际孤立台湾，对蔡总统要出国访问会过境美国，时机有针对性。一方面挖走台湾的邦交国，希望降低台美关系提升的冲击；另外，也邀请马英九前总统在清明节左右出访中国，实质的政治性的访问，利用这样子一内一外夹击蔡英文。这么短的时间掉了9个，这是非常严重的状况。现在我们对于非邦交国显然比邦交国还要好。所以这会让很多邦交国他在看在眼里，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想法。马英九基金会指控洪都拉斯主动转向中国，显示蔡总统的无能。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要来补破网。咱甲洪都拉斯军事交流合作，国防部回应，目前咱上份韩国军事教育有5人，韩国台湾军校的有39人，也协助双边混员甲亲人回国。我国派训学员生返国以后会在军事院校继续学业。整体的规划会按照计划来执行。台湾地政总统李登辉任内有31个邦交国，数量上济。蔡总统执政了后，目前只剩13个邦交国，历史性低。国际处境更较艰难，学者分析，美中两大强权维持竞争局面，美国影响力不如以前。
这也可能代表说，美国在这个地区里面的传统的影响力，在跟中国大陆做抗衡、做竞争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他力有未逮的地方。基本上台面上的这个总统候选人都很重视啦，巴拉圭很重视跟美国的这种战略关系，稍微对台湾有利的地方。台湾伫两米9以一邦交国巴拉圭下个月被大选，被点名是下一个有断交危机。李台中指出，巴拉圭会搁一摆考验美国伫两南美洲影响力，台湾才运用有限的外交资源。民进党呼吁提供合理机会，一个展开国际对话甲合作。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咱失去一个友邦，不过国际上对咱的支持是无减少。这个众议院议长艾达莫娃带超过150个人来拜访台湾，而且7月份就会开放机抓，会当直接为台北往回布拉吉。希望到时这些民众会当接来咱台湾行搭。艾达莫娃嘛讲，即马这个时间点是愈爱重视，而且珍惜台湾甲捷克的这段友谊。啉格马兰威士忌讲风味真好，捷克众议院议长艾达莫华带超过150人的大型访问团来台湾，伊拉到宜兰参观。立法院长尤锡坤做主人接待，也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欣赏传统戏剧、啉珍珠奶茶。这时间点拄到洪都拉斯甲台湾断交，艾达莫华认为台湾甲捷克应该更加珍惜彼此的友情。捷克和台湾的关系历史已经超过30年，所以我们很珍惜我们的历史。所以在和其他国家断交背景下，我觉得我们更要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艾达莫华表示，维护自由甲民主是台湾甲捷克两国共同的历史背景。欧洲也真侪友邦共同支持台湾。佮讲到7月有希望开通捷克布拉格甲台湾的直航，捷克民众未来会更加方便到台湾欣赏文化之美。我们跟捷克等没有邦交，但是就是民主同盟，所以心相心相惜啊。尤锡坤表示，相信台湾甲捷克以后有更较侪合作空间。对台方断交，尤锡坤是批评中共集权、无人权法治自由，台湾爱更较珍惜自由民主，一定要知影中共一心一意想要并吞台湾，呼吁国人一定要团结。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东治本的一个南地，昨昏发生大火，当地议员讲，这个所在是未少保育的鸟仔类重要的栖地。不过，差不多2年左右就会发生火烧，互人是感觉真烦恼，当地生态会受到真大影响。目前火势是已经伫咧昨昏暗时11点外爆发，退烧的民众也会评估。晚暗5点外，天色也未全暗，看到稻仔田的边仔着火。伫台东市的治本湿地，唔知什么原因着火，因为天气打扫风骨头，火烧正猛，火是一直向南边炭烧去，面积正宽。风太大了哦。对啊，好风啊。这个面积这样子超过好几公顷了啦。加200，超过300甲。对啊，这摆烧差不多超过偌大啊？你看。你妈呢哦？然后100甲左右吧。大火甲天顶照甲光影影，乌烟呛天，几多公里外拢看会到。消防局派几多支分队来拍火，由水线防止火势搁拖过。当地议员讲，这个所在是提过黄泥鸟甲台湾花眉顶保育鸟类的重要炭湿地，差不多2年就会发生一遍火警，真担心生态会受影响。像年底啦，要不然就像现在啦，没有下雨啦，天干物燥啦，一次都燃烧就大概就超过10公顷以上。所以你说造成这整个地区的一些可能生态也好啊，或者是会不会有一些灾情的发生，现在也还没有办法做一个评估。火伫咧日暗暝7点外控制条，暗时11点外差不多拍花，伫咧处理残火。要若实际炭烧的面积也该评估。消防局也借这个机会提醒民众，清明这要到啊，若是要烧原纸，就要把火固掉的，但确定火规个拢熄去了，人才会使走，避免火势和风吹毁了造成火灾。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甲东北部天气会较凉冷。华南分河区外内，台南以北有短暂阵雨。咱来看分图。昨昏暗时到今仔日透早有一波华南分河区外内，所以全台湾差不多拢有落短暂阵雨。今仔日是北部甲东半部，还佫有中南部的山区，也是较会有短暂阵雨。不过，伫中南部的平地，
落雨的机会会渐渐降低。那气温的方面，受到东北季风持续影响，台湾北部的天气要是较凉冷，差不多是14度至22度；那中部是16度至24度，南部是18度至27度；那东部是15度至25度，高岛地区是10度至21度。那明仔载日是落雨的所在会减少，到拜三暗时啊，佫会开始落雨，一直到拜五水气才会减少，温度嘛会回升。日时的高温会到25度以上，那中南部甚至会到30度以上。这2天各地头总算有较明显的雨量啊，水利署嘛趁这个机会做人工吹雨。昨昏早起7点外，玉山嘛落雪啊，这是从1953年设站以来玉山寒人上万落雪记录。不过今仔日开始水汽会减少，南部的水情恐惊也是真暗。玉山的山坪白雪雪，气象局表示，玉山早起6点40分开始落冰珠，7点5分开始落初雪，一直落到7点15分为止。这是为1953年到今上晚落雪的记录。那今天的话，在玉山的话，还是有机会断断续续出现下雪的一个状况。不过明天的话，几率上有水汽会慢慢的在中南部的水汽会慢慢比较减少，所以明天下雪的几率相对于今天会稍微比较降低一点。受到华南分河区东沙的影响，26各地头拢有落雨。针对台中、南投、嘉义甲花莲的山区，气象局阁发布大雨特报。水利署也趁机会伫各地水库施行人工增雨。不过这2天的雨水，大部分拢落伫中部以北的地区，真好解救南部的水情，而且27开始雨水就会减少。对水情的话，它多少有点帮助，不过要完全疏解的话，可能还是要多几波的春雨。中南部地区明天的降雨会比较偏向以山区为主。那到了周2、周3这2天的话，除了北部、东半部还是有些下雨的状况之外，中南部的降雨会比较剩下以山区比较零星、比较局部一点。气象局表示，拜四开始有后一波华南分河区东沙，北部、东半部、中部拢较爱有雨。到拜五就会剩东半部甲北部山区有雨。另外，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到拜2进前，北部、东北部的气温上加15度。拜三开始，东北季风减弱，会豆豆回温。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中总统马英九为今仔日下晡开始去中国制作的行程。根据了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丁世祥会去浦东机场迎接。马前总统这届行程拢总是12天，这嘛是74年来头一个卸任了后去中国的中华民国的元首。咱来看自由时报，即嘛手机甲网络是真普遍，使用市内电话民众已经愈来愈少啊。根据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资料显示，从2011年到今年1月份，这11年的期间，要减约240万的用户，民众平均每一天使用市内电话是讲到甲7分钟。再来，咱来看中国时报。虽然台北市内商工会表示，这礼拜内价是无要起，不过有卖内业者就讲，有愈来愈侪所在，鸡内小卖价数一斤是已经超过100块，历史大卖价数甲实际上伫咧买卖价数是天差地。咱台湾欠内的问题是还未解决，原底2日内要阁起3块，不过经过讨论了后，还是决定维持产地价数一斤45块半。大卖价数是1斤55块，不过即马却是有风声讲，国内乌市的价数一箱的鸡卵是互人发到1700块。卵的行销产业发展协会讲，希望进口的鸡卵入来了后，会当减少咱国内乌白绑架问题。欠卵问题继续滚加，虽然农委会为国外进口卵来保障国内欠卵的问题，希望民众欢迎给卵价拍卖。中午午休的时间就出去买蛋，譬如这个零售的这边常常都是扑空，最近都是扑空的。应该比较好买，我觉得大家都有心态嘛，就买，像我家就买了好几盒了，也没吃这么快啊。两家委员会甲台北市两商工会原本自2日要起3块，暗过讨论了后，决定这礼拜2家确定维持每台斤产地价数45块半，批发价每台斤55块。进行传出官方施压，未当起。两商工会表示，无起价就休市，即马暂缓会继续报价。农委会专案开放泰国、菲律宾等10个鸡卵来台湾，按算3月底进口500万粒，希望上紧29上架。4月到5月，每个月进口超过3000
2万粒。不过传出国内鸡卵乌翅介绍，维修化价已经出现清晰的介绍。现在市场都已经乱掉了，哪有什么机制？黑市的价格现在1500、1600、1700不等了，甚至还有谈到1800的。如果进口蛋来多一点的话，黑市的价格就不会那么高啦。目前的一个蛋价，如果产销双方循内一个公平的机制跟公开的机制进行协商，议定的这个蛋价，我们尊重市场的机制。对鸡卵介绍，农委会表示尊重市场机制，无介入，只是鸡卵公司实行问题，不知地期歹解，也互两商两农加官方的关系真紧张。即马进口卵特别到台湾，是不是解决台湾欠卵的问题？大家拢在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看罗西亚总统普丁第25宣布要伫咧白俄罗斯部署核武，这是从冷战以来罗西亚头一届伫咧外国部署核武。另外，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嘛，互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的状况是无啥稳定。国际原能总署的署长讲，这礼拜会搁去视察。几摆飞弹一直发射到天顶，这是俄罗斯甲白俄罗斯合作军事演习的状况。俄乌战争拍真久，俄罗斯总统普廷立刻接受媒体访问，宣布要伫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暂时已经协助白俄罗斯改装10只军机和飞行机，会当搭载战术核武，嘛甲会当发射核武的底层弹道飞弹伊斯坎德尔转移到白俄罗斯。С 3 апреля приступаем к обучению экипажей. И 1 июля заканчиваем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специального хранилища для тактического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Беларуси. 这嘛是冷战了后，俄罗斯头一摆伫国外部署核武器。普丁表示，这一切会伫无违反核武扩散条约之下进行，甲美国伫欧洲部署武器的做法同款。不过，对武器的控制权，俄罗斯未转交给白俄。而普丁做的这决定，是因为英国国防部暗算支援俄罗斯的一项声明。Наш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с Александром Григорьевичем Лукашенко, с Беларусью, это просто поводом послужило, наверное, заявление замминистра обороны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что они собираются поставлять снаряды на Украину с объединенным ураном. Но, повторяю, это так или иначе связано с ядерными технологиями, это очевидная вещь. 另外，受到俄乌战争影响，扎波罗热核电厂的状况有关无稳定。IAEA 国际原能总署嘛伫官方网站宣布 ，IAEA 总干事格罗西会伫后礼拜搁一摆访问核电厂，直接评估核电厂严重的核安全甲安保问题。佢表示有必要采取行动来防止核电厂会对乌克兰甲其他地区人民的健康甲环境造成潜在放射性效果的事故。这嘛会是格罗西伫去年9月了后第2摆访问扎波罗热核电厂。国际新闻台是唐平玉。以色列的国防部长格朗特才打呼吁，迈且推动有争议的司法改革，二料就随即由总理纳坦雅胡开除。同款是因为反对司法改革的抗争，到达是要无停歇，而且要持续扩大。示威的民众听到国防部长格朗特和总理纳坦雅胡开除的消息了，继续在道路顶抗议，甚至行上主要的高速公路，公路挡掉地。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声明，纳坦雅胡2日暗决定解除格朗特的职务，无公布涉人证，也无说明内容。64岁格朗特被开除了无偌久，伫推特大文讲以色列国家安全一直是，也将会是伊一生的使命。格朗特是伫25公开呼吁政府暂缓争议性的司法改革，并且讲愿意承担任何风险，付出任何代价，正明显直接甲总理纳坦雅胡作对。אבל עכשיו אני אומר זאת בקולי, באופן פומבי, למען ביטחון ישראל, למען בנותינו ובנינו. צריך לעצור בעת הזו את תהליך החקיקה, לאפשר לעם ישראל לחגוג יחד. 自政府1月随时宣布推动改革，真侪所在讲即马拢一直有大型的示威行动。格朗特呼吁政府暂停起工，特拉维夫才发生警民冲突。אני מודאגת מהזכויות שיכולות להילקח לי בן רגע ברגע שהחקיקה הזאת תעבור. 纳坦雅胡面临着内阁其他成员要求伫这礼拜通过司改立法的压力，这件案件造成以色列陷入几多年来上严重的政治危机。相关的改革想要让政府对最高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的实际控制权，并且让国会用简单的多数投票就当推翻最高法院裁决的权利。批评的人认为，安尼施做会破坏司法独立。不过，这马面临贪腐官司的纳坦雅胡否认相关的指控。
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镜头咱来看美国的密州，24暗时啊，因为有假烈风，造成至少26个人死亡，4个人失踪，还佫有几10个人受伤，灾情是真严重。目前当地政府当地咧拼搜救，美国总统拜登嘛指示联邦政府爱全力来协助救灾。厝甲树啊，冻到晒坏，所有物件拢加到脆糊糊，规所在正做平地。美国密西西比州24号假烈风侵袭，有4个郡受灾，其中各区人口差不多1700人的罗林福克镇上严重。附近的阿拉巴马州也受影响，造成20多人死亡，真侪人失踪甲受伤。Ran, got in the bathroom, in the tub with my wife, and all threw pillows over us, and we could hear stuff hitting the roof, a lot of trees down. 美国国家气象局初步资料显示，假烈风停留差不多1点钟，行的路径274公里，而且根据对风者甲观测人员的汇报，为24暗时到15早起，为密西西比西部向北到密西西比中部发生至少24件假烈风。专家指出，虽然假烈风侵袭这个所在是真普遍的现象，这摆强度算是真罕见。EF3 to EF4 tornado, you'll get those maybe a few times a year. And once you get towards the upper end of intensities, EF4 to even EF5s, those are once a year or even less. 密西西比州政府目前继续咧进行搜救行动。美国总统拜登也对罹难者表达哀悼，表示灾情互人心碎。各地方官员通过了后，支持联邦政府全力协助。了后，北京也宣布，针对受灾地区有联邦基金来援助，用来提供灾民临时住所、征收处，甲支付财务损失。公司新闻杨冠编辑。伫阿富汗即嘛是因新的学期，这2天开学啊。不过伫塔利班落权的情形之下，查某囡仔要是无法度去学校读册。目前阿富汗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禁止女性去读中校的国家。为了囡仔的前途，真侪阿富汗人是带伊的囡仔去附近的国家巴基斯坦，希望让囡仔会当有机会来接受教育。不过因为难民的身份，若伫遐是受到歧视，头路嘛真恶找，因的生活是强要吊顶。这是伫巴基斯坦一间专门予非常善车的囡仔会当读册的慈善学校，其中有真侪是为阿富汗逃难来遮的囡仔。参像娜塔莎甲伊2个姊妹啊，因为是查某囡仔，若是留伫阿富汗，就根本无法度读册。好佳在有一个所在提供予因学习的机会。I feel bad. We came here and we see that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education, has the right to go to school, but our country is destroyed and the schools are closed. 另外一间伫巴基斯坦较市区，互差不多高中年岁阿富汗难民青少年读册的私人教育中心内，参像安尼，查某学生坐伫共一间教室上课，是伫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统治之下，根本无可能出现的画面。I feel so happy to study, to be sitting here with my classmates. I'm so happy that we came here and that I can continue my studies. 真侪阿富汗的父母带规家伙仔逃到巴基斯坦，是为着要互查某囝会当继续读册。但是事实上，巴基斯坦并不是一个对难民真友善的所在，只有非常少数的难民会当伫当地找到头路，所以因的经济拢真困难。参像娜塔莎甲伊的姊妹啊，读册转来下晡就爱赶紧去街仔路卖物件，甲厝里斗3工。但是因伫路呢，定定会拄到巴基斯坦人讲真歹听的话，甲因口舌甲侮辱，所以真侪难民的囡仔会认真学英语，希望将来有一日会当离开巴基斯坦去欧美的国家生活。My favorite country is Canada because the country is very beautiful. Would you like to visit Canada one day? Yes. 记者感恩恁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伙来看世界。英国决定供应予乌克兰配挑战者2型战车使用的弹药内底有苯铀，这消息是引起罗西亚不满，宣布要伫咧白罗斯部署核武。英国国防部表示，乌克兰官兵已经伫英国完成操作战车的训练，而且嘛返去乌克兰啊。英国强调讲，无论需要偌久，拢会尽全力来支持乌克兰。咱来看法国年金改革的消息，因政府硬通过法案，甲退休的年岁延后，这消息引起民众示威，演变做是暴力抗争。工会按算200展开第10届的罢工。法国总理府表示，总理博纳拍算甲在野党，也有工会领袖见面。希望抗争会当赶紧结束。
总理嘛答应讲，除非为着预算案，若无要阁动用免表决就硬通过法案宪法的权力。来关心香港2日举行反对填海工程的游行，这是疫情了后头一场的游行，嘛是从2020年香港全面实施国安法以来头一届批准的抗议活动。因警方要求主办单位规定参加的人爱挂号码牌，而且禁止挂吹暗，嘛爱伫咧封锁线内底来游行，而且沿路警察是严加监控。有学者就讲，游行是威胁市民表达意见的权利，若是有无合理的限制，就是假民主、假游行。咱来看高雄三民区的一间国校啊，因办露营的活动，不过却是有学生去互厂商的辅导员罚规。了后，这个校长有出来回息咧，自请处分。因那高雄市教育局昨昏报名啊，是宣布随甲校长换掉。高雄一间小学顶礼拜日高期三办5年级学生的露营活动，无想到讲，计当天透早5点多，有一寡学生提早起来行电动吵闹。活动厂商迄项当地的教官竟然情绪失去控制，用连坐法叫所有的学生拢罚跪1分钟。厂商代表讲，这位教官已经行超过学校的活动，无出现过这种情形，所以出面行咧会室里，学校也讲会检讨。到凌晨2点的时候，老师才离开到营本部去。我们有通报系统，理论上他这个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厂商第一时间应该要立刻跟我们联系，但是厂商没有做到这一点。高雄市教育局日暗半暝宣布，学校的人员无及时掌握状况，好好处理，明显有不当。自这晚开始换校长，指派督学代理校长的职务。记者综合报道。即马防疫解封啊，嘛带动咱国内外旅游的商机，不过社会纠纷嘛在咧增加。根据台北市法务局的统计，今年第一季就已经有270件旅游消费的申诉案件，包括做文房间、买饭店的票券等等引起的争议。有学者就提醒，民众若是要买饭店的票券，就要先斟酌看相关的规则才来买，而且若是买啊，嘛要量早使用，才袂过期。也是讲饭店雄雄倒大，到时无地讨赔偿。迎接疫情解封，来台湾佚佗的旅客嘛增加。今年伫个短84天内，都有超过100万人次的国际旅客来台湾佚佗。交通部观光局马上花甲礼物来迎接这第100万的国际旅客。何先生，我恭喜你，谢谢。因为介意台湾的景色，还有食物，互来自马来西亚的何先生一家人又过来台湾佚佗。这是国内旅游市场商机起步。根据台北市法务局统计，所出现的旅游消费申诉案件嘛袂少。去年的旅游消费申诉案件有842件，今年1月到3月有270件的申诉案件，常常看到的争议类型，包括订房、进温泉，还有掠零的票券，还有做交通工具，包括汽车甲机车的相关争议。民众他在订这个购买这个票券的时候，可能没有看得很清楚上面记载的使用的规则，或是也有可能是业者记载的没有很清楚。那这双方会在旅行上面有一些认知上的落差。一般来讲，这些礼券它都会有这个定型化契约就是说哪些事情是应记载，哪些事情不应记载所以如果说有依据这个法令来申请旅保的，基本上都会是属于比较有这个完整规范的。清明连假就要到啊，民众拢会出去佚佗。消保官提醒，在安排旅游时阵，拢要看清楚订房的相关规定，才袂欢喜出游，煞无欢喜回来。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台南客家800庆案，即马查出来幕后的主使者，就是伫咧客家真出名的朱济公董事长王文忠。检方表示，王文忠捌去过中国2届，涉嫌安排酒店，互即个庆案的主嫌红姑来美，佮提供所费予伊。目前，王文忠是已经互收押禁见啊。甲警方斗阵翕相，伫地方是真活跃。担任客家100年代表朱济公董事长的王文忠，25遭到检方来收押，因为伊就是客家88庆庆吉案幕后的主使者。王姓共犯涉嫌刑法第164条第1项之藏匿人犯、枪炮弹药当械管制条例及刑法第305条恐吓罪嫌，
犯罪嫌疑重大。枪击案主嫌亲像顶个月25对厦门押送回来台湾，检方调查发现，吴文忠办2摆到中国，提供酒店予主嫌红久的米大，也资助生活费，一个手机才予伊联络，并且想要出境去香港。临时甲伊具体，依照稳重人犯恐吓者罪嫌，申请关押禁见核准。消息一出来了后，地方感觉惊一个。人拢好，所以一寡大家拢在下面做朋友。立场甲地方民意代表认为，吴文忠平常时热心公益，甲国民党、民进党拢交好，可能受人指讨才出手斗相共。央国民进党民意代表讲，吴文忠是统促党成员，进前捌做马英九这国民党联署的协员会会长。去年下两届参选台南市长时也斗相共有票，国民党已经予社会一个交代。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国民党一直指责民进党是黑金，那现在主嫌出来了，国民党怎么说？陪着我去拉票，是因为反映学甲人对于光电被官商勾结，牺牲了他们居住正义的愤怒。88枪枪击案对案发到即阵，乌金乌青这个疑问牵涉真侪人，即阵已经收押总共7名共犯，主嫌红居张家高执行9年有期徒刑。检方表示，继续调查是不是也有相关的共犯。记者综合报道。其他的社会事，咱来关心新北的树林分局。顶一日接到银行通报讲，有民众去领700万的现金，看落是真可疑。去现场调查了后，发现讲是诈骗集团用人头口资要去领压榨钱，而且有不少民众去互诈骗集团赚大钱，是骗甲圆细，尾后还佫叫是缀因咧做投资。警方提醒民众，这种趁钱轻巧、风险佫低的投资，就要特别注意，因为这种的潜在拢是诈骗。这10人伫银行的柜台领真侪钱，甲现金一笔一笔装伫袋仔内底，用领700万遮多，可疑行为引起分行的注意。经由联合机制通报警方到现场了解。我今天会跟你讲啊，我现在来请这老板娘跟我讲，他今天要做别的，晚上要做什么？没有问题。对啊，我刚刚有这位小姐举报啊。接到警察问讲钱对倒位来，这10人讲是头家娘叫伊来领钱的。不过警方调查发现，10人是诈骗集团的车手，摕人头户头来领钱，清查这户头，知影几名被害人，唔知影讲家己互骗去，拄啊甲这人抓起来，也继续来追查。该名男子对于提领的款项交代不清，经联系2名受害民众并详细询问之后，他们才发现自己遭诈骗集团以假投资、假购物的方式汇款。这个收一下啊。另外，新北市中和警分局之前也接到被害人的报案，讲拄到诈骗集团有低风险并赚真侪钱的投资，叫伊领700万块来买股票。警方甲被害人合作，联络伊来提钱。警方到现场埋伏，抓到诈骗集团的车手甲收钱的人，怂恿其将积蓄新台币700万元提出，并将派遣证券业务员前往收取，协助购买标股。本分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经与被害人配合下，当场逮获车手及收水各1名。警方提醒，最近定来看到投资诈欺，拢讲会使趁真侪钱，低风险，呼吁民众爱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有不少民众的汽车或者是乌托邦的车牌，顶悬有打车行的大纸，或者是验车的标识。不过，顶一日公路总局发公文讲，高这的车行的大纸拢是违规的，若搁打恐惊是会吃罚单。不过，这个消息是引起民众的不满，认为讲若是未去查到车牌号码，就唔免管到遮尔严格。因公路总局表示，会搁甲相关单位来研议相关的规定。未少人会甲通行证、停车证打伫个机车号牌顶面，要车行的打着电话来做广告。过去环保局也要打着检验排气合格印章，严过交通部公路总局进前发公文，要求袂使甲车行的大纸打伫个机车号牌顶面，引发外界议论。我觉得如果不影响那个辨识，应该没有关系吧？管太多了吧？像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手机，也不见得网络都是很盛行的东西嘛。那基本上的话，他打电话进来就是救援，或者在路上抛锚了啊、车祸啦，我们出去帮他处理这样子。公路总局讲，汽机车号牌是行车许可凭证，依照现行规定，汽机车号牌袂使变做毁损，抹也是打其他的材料，袂用个加装边框，也是霓虹灯，也袂用个用物件砸掉咧。若是有垃圾造成抹道看失败好时，应该爱洗好清气，若无就要开罚。比较轻微，在处罚条例里面第14条是300到600。涂抹致使说不能够辨识号牌，这是处罚条例第13条。
2400到4800。由最近外界对着号牌是毋是爱大纸才议题有无同意见？公路总局讲会伫清楚看出号牌的设置、离合甲图案标示这规定之下，曾经要求相关的政府单位、民意代表甲汽机车工会等进一步建议可行方案。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咱来看台中的市民广场，平日拜六礼拜的时阵，就有真侪民众来遮野餐甲散步。不过，即嘛出现袂少犯啊，违法伫遮摆摊，甚至若像是有人伫咧卖灌氢气的鸡龟啊，因为惊有可能会爆炸发生危险。台中市府建设局会同警方甲消防人员去现场稽查。反日台中虽然是乌阴落雨，暗过有病院伫草悟道办健康园游会。另外一边的市民广场也有特色市集，也是吸引不少民众参加。暗过有人发现，市民广场顶悬的打翻竟然全部拢消失，因为台中市建设局会同警局甲消防局赶走违法的打翻。离开就好了。台中市府表示，市民广场顶悬的违法打翻，有的卖球类用品，有的卖风吹，也有一部分是卖空调气球。因为空调气球一个爱80到150，意思是冲太多的氢气，引起民众惊吓。市府决定强力赶人，这个百姓看到了后，就会直接开罚。如果经过劝导，他还是不听，那我们就会直接开罚。今天是没有发现他们有瓶罐啊，不过他们的气球已经装好。他们是说，他们里面用的是氦气，不是氢气。只要有类似有氢气的作为，我们消防局的同仁也会立刻进行检查，而且立刻进行这个后续的一个处理。因为天气不好，也可能是接到工业通报。市府拜日敢若发现个区里2个打翻，也无发现天气更烦。对市府区里打翻，民众大部分赞成，也拢知介绍说的空调气球有问题。像风筝啊，或者像足球就那种踢的那种，如果没有带小朋友想玩，对我们来讲是方便的。可是像那种气球，我们是不会让小朋友买，因为知道那是危险。我不会想要买那种气球，顶多就是买飞盘跟丢球的。台中市府表示，卖有氢气的鸡龟啊，依照商品检验法相关应罚10万，若造成民众受伤，恐惊犯刑法公共危险罪，也呼吁民众唔通买，避免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伫咧高雄的左营有超过300年历史的旧城。这个旧城见证高雄经过清朝、日本时代，也佫有战后的3个时期。即马高雄市府甲文化局推动一个计划，叫做建城计划，要甲旧城的遗迹串联起来，互旧城保存甲愈完整。嘛，希望会当结合附近的莲池潭来推动在地观光。马道顶面有日本海军金庸神社的基础，有100年历史的城门甲社壁，记载着清朝占领、日治甲战后时期的历史。起伫1722年的左营旧城是台湾头一座土城，伫1826年改建成做旧城。因为战略考虑，放弃原来范围的蛇山，甲挖伫莲池潭边仔的孤山给围起来，真侪就是所看到的遗迹。南边就远离龟山，那把整个那个龟山那个围在城里面，所以有一句谚语叫“围龟放蛇”，哦，把这只龟围起来，那个远离那个蛇山。假日的胜利路车真多，日本时期开辟的胜利路甲大小孤山分做2边。过去的地方的老人认为讲，大路是破坏孤山的风水，造成旧城区来衰败。高雄市政府甲文化部2016年起推动建城计划，其中建城之道串联长期的左营旧城壁，也修补被破坏风水。第2个阶段的计划就是从南门串联到这个东门的这个通道我们希望说能够跟第1阶段的通路把它建起来。用1亿9千万，经过1年完工的建城之道，2楼正式来启用，市场单期马也3部第2阶段的计划来启动。除了要串联历史景观甲路景，嘛要继续来发现城壁的残迹，提升旧城保存的完整性，和瓦郡莲池潭的旧城会使串联风景区，发展结合当地文史的深度旅游。记者综合报道。时代伫咧变迁，较早传统伫咧饲牛的牛条，即嘛渐渐拢已经爬远去啊。伫屏东万丹的一个社区，都甲古早的一个牛条改造做简单的图书馆，互在地人有一个舒适会当看册的空间。而且4块围仔的壁嘛拢有特别装塔，呈现农村转型的故事是真有特色，带大家做伙来看卖。茶座的窗仔甲拓门，到达红砖仔的外观，
这个伫屏东万丹乡的幸福学堂，是经过在地社区规划师的整顿，甲厝内原本的牛寮改建做小型的图书馆。毋但内面摆甲整齐舒适，连4块位的环境也有种花草来美化，提供社区的大人囡仔一个活动的空间。幸福学堂在这边，在地区里面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让大家来这里做阅读。这里有很适合阅读的地方，也有很宁静的空间。我来到这里，感觉这里的树木很美，每一本书都有多彩多姿。进到室内的时候，看到非常多的书，每本书看起来都非常新，里面的内容也都非常好。因为机器取代牛只，庄脚袂少牛条嘛远去啊。社区规划师毋但甲牛条重新打造做图书馆，壁面佫用一片一片的泰鲁，踏出社区转型的过程，记录农村的历史记忆。墙面就是叙述我们这个地区的演进啊。我们从水牛的养殖水牛之后，到现阶段就是以乳牛为主。幸福学堂也和德产乡合作，每一季为泰美图书馆选一寡新的册，提供予社区的民众无同的选择，也欢迎外地旅客来观光行踏。记者综合报道。接着，咱来看伫屏东高丘有一个种王来农民，因为着要掌握王来生长的状况，所以伊引进人工智慧的设备，毋但会当控制王来园的温度、湿度，还佫有风的方向，佫会当利用数据来进行风险的评估，以测王来品质。这对农民是真有帮助。一大片王来田看过去是看袂到尽头。屏东高区的王来当咧大出，毋过种作时农田的面积大，管理起来了时了工，佫无法度随时掌握生长状况。为着要改善这个问题，道农庄引进人工智慧 AIoT， 帮助农民观测田园的数据。那我们就是有这些感测器装在田间的时候，我们可以收集到它的温度、湿度、微气候、风向、雨量。那这些数据以外啊，它可以帮我们去做风险控管。较早种王来，敢若会当靠天食饭，即马装人工智慧，除了会当精准预测，加当年的王来是毋是会大收，连大细粒也会当知影。若拄着迄当较可旱，也通用人工智慧控制田园的湿度、风向甲温度。以前是用经验说大概，现在我们也可以很精准的知道说明年大概凤梨是大颗、小颗。那我们的良率多少，我们都有数据给他，都有办法检讨。用人工智慧收集田园的数据，毋但会当帮助农民随时检讨种植状况，更会当做风险评估管理，有测王来的产量甲品质。目前农庄大约有25公顷种人工智慧。负责人表示，未来无排除扩大面积，用科技帮助屏东的王来愈水愈好食。记者综合报道。唔知大家爱食木瓜无？屏东新北是真重要种木瓜的产地。伫屏东种木瓜的面积有750公顷，新北就占230公顷。在地有一个农民合作潘日文，伊特别改良木仔式栽种的方式，坚持产销认证，嘛拍拼辅导其他的农民，希望会当做伙经营出在地牌子，互地方的产业会当更加发展。这几大片在地木仔式的木瓜丛，每一丛拢个规定爱当2.5米，规底木瓜园维持甲整齐舒适，管理甲好势好势。这拢是屏东农民潘日文的心血，坚持产销履历、高品质，希望讲用家己成功的经验，辅导其他的班员，拍出在地品牌。我种的物件就是讲，厂师即马嘛是讲咧做，和咱农委会推荐啊，咱做生产履历啊，伊开始对政府的头步去行，未来咱的木瓜要卖，后尾有较好行。用大农2号种所种出来木瓜，唔那肉又红啊又红，而且佫真香。兼做产销班班头的潘日文讲，屏东新北上出名的就是木瓜，敢若一年就会当产超过130吨，但数量多无一定就加较好销。有产销履历的认证，才会当互消费者食较安心。潘班长的伫木瓜伫拍卖市场，伊的价格拢袂歹。因为就是讲，伊有参加产销履历，伊即面对即个食安的问题伊嘛是有介用心啦。所以伊是必先按伫果菜市场的部分，产销履历本来就是加分的。大家都知道，农民很认真的生产出很多优质的农特产品，让消费者在食用上
更加的安心，更加的有保障。肉油佮饱食的木瓜仔肉，无论是要直接切来食，也是要加做果汁、加牛奶，拢真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农会嘛希望会当鼓励愈侪少年农友做伙来种养生佮营养的木瓜，行出国内市场，互地方的产业更加发展。记者怎报道？松露是介绍算无俗的食材，伫叙利亚中部的沙漠出产的松露品质是真好，每一年2月份至4月份会大出。今年收成好，价钱嘛袂歹，不过采收煞是爱冒性命的危险，因为伫咧沙漠有袂少战争了后还留伫咧遐的地雷，也有可能爱面对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攻击。可是今年已经有130个人伫咧采收的过程当中不幸过往。叙利亚哈马省的市场内底，一地一地拢是大大粒的沙漠松露。是这个经过12年战乱、经济愈来愈歹国家少数高经济价值的产物。一年只有2月到4月是产季，就算沙漠内底是战争留落来地雷，也有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也赌性命拼一个。بطلع من البيت ما بعرف حالي برجع ولا ما بعرف حالي برجع ولا سلمين امرنا لله هي فيها مرابح الحمد لله في اوقات تنضر فيها وفي اوقات بتربح فيها يعني عم نطلع بهالشهرين 3 عم نحط روح لقمه مغمسه بالدم لقمه مغمسه بالدم。今年松露产季也未结束，已经有超过130个人因为地雷或者是恐怖攻击死亡。الحمد لله عم تجي انك الناس عم تضحي بحياتها يعني مشان عم تستنى من 5 سنوات بيجينا سنه طيبه يعني سنه مثل الموسم هذا طيب。根據大西頂級報講，每公斤批發價有25美金，學生海票700，比當地1個月平均工資較懸。會發商選上賺的貨色出口到伊拉克、加黎巴嫩，或者是走私到有錢的波安國家，介紹兵百倍。雖然媒體甲官方一直警告唔通去，大家為生活依然是行入去沙漠。公司新聞是會中朋友。接頭咱來看日本的福島。因為進前3.11大地震，核災損得了真嚴重，就算已經過12年啊，福島地方的經濟也是真惡恢復。其實福島落雪景點是真出名，最近當地政府就大力向澳洲來推廣福島的觀光，嘛有熱情的回應。穿各種無共色水保暖衫來出席遊客，對雪道頂頭出來，算甲真歡喜。日本福島發生3.11地震已經過12冬啊。雖然當地政府努力伫咧重建家園，不過當地經濟依然受到負面評價影響，振興的速度真慢，或者在非災區的生理人也受影響。在日本政府去年10月開放外籍人士入境觀光了，福島縣府為咗要誘觀光客走去澳洲、雪梨加墨爾本參加當地工業博覽會，宣傳觀光，或者在愛出席澳洲遊客來福島耍。Fantastic for the family, fantastic for the snow.And fantastic for that authentic Japanese experience as well. So it's been on our mind for a long time, pre-COVID, but we haven't had a chance to get here until this season. 除了出市場，當地度假村也展示日本傳統的樂器，也有日本三大草瓦厝之一的福島大內宿世景，吸引真濟介意日本文化遊客。I love the snow. Best thing is the snow is absolutely amazing. It's never disappointed us for the 3 years I've been coming here. And the accommodation, living on the snow is perfect. It's beautiful. Yeah, it's just the best. 經過福島縣府的努力，在這馬福島部分觀光景點已經看到真濟外籍遊客、真濟觀光客了解福島發生過核災，也找到親身來這一撮，改變對福島負面的印象。福島縣府也透過社群媒體對福島非核災區做更加濟觀光宣傳，希望有更加濟遊客來福島耍。公司新聞陳思東編輯。在北歐，學齡前的教育是特別受到重視，戶外活動。無教室露天的森林幼兒園嘛袂少，2-3歲的幼囡仔穿袖仔，佇咧-5度，甚至是零下10度的森林內底，哪耍哪學習，安尼毋但對身心的健康有幫助，嘛當培養這個囡仔尊重大自然，也個學習獨立自主的精神。瑞典索羅納一間叫做風雨無阻的幼兒園，誤會艾格尼斯甲同學坐佇個鋪風水布的雪地，用 Q 的手機來學數學。In school, they're going to sit with a pen and paper and do mathematics. But here, we teach them they can do it in a fun way with sticks that they're usually playing with.
另外，伫安全情形之下，老师和4岁囡仔用写批刀，5岁就分家己用刀啊、写棍啊。中度堂过后，照规定2岁以下囡仔爱困1时啊。伫个5度甚至是0度以下加分，因拢照常倒入去伫个外口的茶坪困地啊内底。Technology today takes over most of the stuff, so I think it's necessary for them to be one with the nature at a young age, so they learn how to behave in nature and respect the nature to take care of the planet. 1920年代，一个病毒医生建议，互婴仔困伫个外口来增强因的免疫系统。北欧国家即马拢食惯势，医界也捌反对过。2018年一份定节英国教育研究期刊的报告，指互我幼儿园鼓励囡仔透过游戏彼此合作，对增加囡仔团队合作的技巧有帮助。伫南美首都哥本哈根的青年幼儿园，逐工用森林巴士将这个都市囡仔载到30分钟车程远的森林去佚佗。只有一个插口厝，互囡仔休困；一大片的林地，互自由探索佚佗。对家长来讲，逐工带一个规身躯垃圾夹夹囡仔转去是真正常的代志。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5度。来看外岛地区，上低10度，上悬21度。一个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今仔日温度有较降低，民众出门都要加套衫。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